线上的佛友，大家晚上好，阿弥陀佛，欢迎大家来到荣松佛教频道。在节目开始之前，请大家不要忘记点赞、分享，谢谢大家。我们今天非常的荣幸，邀请到两位嘉宾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小马，是今天的主持人。我们第一位嘉宾是来自澳洲的泽仁扎西堪布，欢迎堪布。扎西德勒，泽仁扎西堪布在1976年出生于西藏的扎曲喀。16岁起，堪布开始学习传统的五部大论，后来依止在根本上师、大堪布、贝玛财旺法王，还有屈家尊者等等上师的座下，得到很多珍贵的法教。堪布在2010年正式去台湾学习中文，在这期间，堪布也写了一些书籍，主要是《天使看不见：走向世界的西藏牧童》。最近堪布甚至以藏文翻译了《六祖坛经》，这也是在历史上第一次以藏文翻译《六祖坛经》，介绍给藏人世界的一大壮举。堪布现在安居于澳洲蓝山，是慧伦藏传佛教协会的指导上师，同时也是我们荣松佛教频道的发起人。我们另一位嘉宾是许安香师姐，欢迎您许师姐。谢谢。许师姐来自于台湾，多年来在台湾大力推广法王如意宝的法脉和喇荣五明佛学院的弘法事业，不遗余力。师姐也是喇荣三乘法灵佛学会的得力领导人之一，同时许师姐也是慧光集的总编，喇荣文化事业出版社的发行人兼总编。慧光集这一套以大众结缘的系列书丛，已经帮助过无数的佛弟子，在黑暗中看见佛法的光明与智慧。师姐在5年前成立了慧灯禅修班，让想要学习藏传的佛弟子们有一个殊胜的管道。曾经如驰骋罗珠大堪布在东南亚，尤其在台湾的弘法期间，安香师姐更是所有大堪布弘法行程的主导人和执行者。我们都知道，再过多几天就是法王如意宝第19年的圆寂日。我相信在这个时刻，法王全世界的各地弟子都以种种的方式来纪念法王，缅怀法王。我们荣松佛教频道今天非常荣幸邀请到2位嘉宾，大家在早期都曾经亲见过法王，而且堪布早期还曾在法王的座下领受法乳。许师姐也曾经在鸡足山亲见法王，并和法王结缘。那么今天我们一定要好好把握这个因缘，而2位嘉宾好好聊聊和法王如意宝的点点滴滴。那么首先，请问2位是在怎么样的情况之下，怎么样的机缘之下认识法王如意宝？能否和大家分享第一次见到法王的情景？好，我们先请堪布。阿弥陀佛我自己呢，这一生第一次听到过关于法王如意宝的部分，肯定是1980几年的时候。但是那个时候呢，主要是我的父亲不知道从哪里听到的就是说在师大有一个就是地方叫做这个喇荣五明佛学院，但是那个时候这个大家一开始的时候不叫五明佛学院，叫做Nupsur 是法王如意宝的本来的这个牧师，然后就是 Gar 就是这个他的道场。那边有一个叫做大堪布精密喷操等等一些这个基本的这个我从这个父亲那边听到过法王如意宝的部分。当然那个时候我们都知道这个是很了不起的这样的一个著名的大事，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概念。但是后来呢，因为法王如意宝
这个来到扎区卡，这个扎区卡它就是有特别的一个意义，因为呢，曾经法王如意宝来到扎区卡，在土瓜如意宝的座下，也就是在这个江马佛学院学习，也一直这个根本上师土瓜如意宝。但那个时候就是已经是这个一个过去的事情了。然后相隔40年后，再次就是第一次来到扎区卡。那个时候呢，主要是法王如意宝也特别这个说过了，他来扎区卡的最主要的行程也两个目的，一个就是要来就是再去拜见这个根本上师的这个道场，然后呢，再第二个呢，就是他的以前曾经一起学习过的这个他的同学吧，就是金刚师兄，也就是大堪布贝玛策划的佛学院，就是阿日哲我们佛学院，就是这两个是法王如意宝当时来扎去看，虽然呢有各个教派大大小小的部落寺院都有邀请去了，应该是这个多少个不知道，这个就是有就是几十个地方。但是最主要的这个两个行程要待的比较久的，就这两个地方。所以我是在阿日哲我们佛学院，就是有就是见到法王如意宝第一次，大概是这样的。嗯，那么请问那像师姐能不能和我们分享这一块你第一次见到法王的情景？好，阿弥陀佛。我第一次见到法王如意宝的照片，应该是在94年，一个佛学会当时接受灌顶，那么墙上挂着一张法王的法像，当时我并不认识，但是因为法王耳朵上挂着一串珊瑚念珠，引起了我的注意。一直到96年，因为翻译法本的缘故，我去了图登诺布仁切的道场，然后再一次看到了这个法王的法像。那么我就询问了图登诺布仁切，然后仁切就为我详细的介绍了法王如意宝。那也因为在翻译的过程里面，仁切就不时的会讲很多法王的事迹。那么同时呢，我也第一次听到了。藏地有一个全世界最大的佛学院，就是色达喇仁无名佛学院，而且里面培育了很多出类拔萃的这些大堪布。但是一直到97年，我才正式的拜见了法王。那一年呢，9月中旬，图登诺布仁切他要到美国去拜见听列诺布仁切，那临行之前，他就交代法王有一本著作。等中心的喇嘛一打好，他就要我送进去面呈给法王。那么10月的时候呢，这个著作打好了。那年刚好法王如意宝他要南巡朝圣，那么由学院出发以后，第一站就先到鸡足山，然后准备一路经过广西、广东南下到普陀山，然后再返回学院。那么我一听鸡足山，因为他是这个大迦摄尊者，然后这个持释迦牟尼佛衣钵入定，然后等待弥勒菩萨下生成佛的圣地，加上又是无着菩萨的闭关处，虚云老和尚晚年的住席地，所以是我心里很向往的一个圣地。所以我当下也没有多想，就决定出发去这个鸡足山。那么因为实际上我不太清楚到底鸡足山是在哪一个位置，所以行前当然有打电话到鸡足山的这个寺庙里面去询问，然后我就由香港转机到昆明，一路上我就祈求法王如意宝能够加持，让我此行能够顺利。那么到达昆明以后呢，我就是按照指示前往了巴士站买这个夜班车票。那么到了巴士站，我才知道说，其实当天我能够买到车票，其实就是一个奇迹，因为我到的时候只剩下最后一张票，然后一路就是整个车厢里面都是烟雾弥漫，然后清晨到了宾川县，到了宾川县以后，我以为已经到了鸡足山，
然后人家跟我说没有，还要再搭巴士，所以又坐了巴士，然后终于到了鸡足山脚下。但是当时呢，整个鸡足山的环山道路封闭，所以没有车子可以上去，那唯一就只能骑马。那骑马呢，到了半山腰，因为前面的经验，所以我就不敢让那个马夫走。我就询问他说到了吗？他说没有，还要继续搭缆车才能够到鸡足山金顶。然后到了鸡足山金顶，缆车下来还要再步行半个钟头，所以可以说是千辛万苦，终于到了金顶。但是因为时间晚，所以当天并没有立刻拜见法王。那么第二天一早，就是由图登诺布仁波切他的舅舅多阿活佛领我去拜见。那我见到法王的时候，法王第一句话就说：“我知道你要来，我特别让慈罗珠堪布通知你，不要到深圳，你要到鸡足山。你如果去深圳，你见不到我。”那其实呢，我没有接到开仁切的电话，只是因为我自己想要去朝拜鸡足山，所以就是临时决定前往鸡足山。那后来我才知道说，其实按照法王的既定行程，应该是在我上去的前一天他就下山了，但是法王临时延长了3天，所以我就能够顺利的在鸡足山见到法王。那么在我下山的隔一天，法王也离开前往广西。那我在鸡足山其实给我的震撼就是，因为法王的摄受力太强大，那信徒是四面八方蜂拥而至，所以我在鸡足山的金顶亲眼所见，鸡足山上只有1间宾馆，但是有上万个信徒，他们自备御寒的衣物，然后就是露宿在鸡足山的金顶，这个场面是非常非常浩大的。但是也因为声势太过浩大，惊动了当局，所以后来法王南巡，就到了深圳以后就画下了句点，他并没有办法顺利的去普陀山，所以也好在我没有到深圳，才能够很顺利的在鸡足山见到法王。大概第一次的因缘就是这个样子。好，感谢师姐。现在能不能请堪布和我们分享当时您在法王如意宝座下学习的一些特别的感触？请堪布。我觉得啊，我就是刚刚说的一样，就是法王如意宝来扎曲卡在我们那个阿日照佛学院传发的那个时间，应该是1992年左右啊。那个时候我自己也应该是16岁左右了啊。那个时候我就是能够参加到公开和非公开的各种的法王如意宝的这个观点口传，甚至这个大圆满的一些传授的一些口诀。那这个当中有这个那个法王如意宝的这个特别的一个伏藏法，就是普巴金刚的伏藏法。还有呢，就是文殊大圆满等等的各种的这个知识信息的教法，那就是破瓦法这个等等的其他的这些教法，还有这个佛子行37颂啊等等一些个别的一些这个修行的相关的这个口传。那个当中呢，我的感触比较深的是什么呢？因为法王如意宝当时呢，就是第一个啊，他分享他和大堪布班玛才华一起学习的这个过程。其实那个时候，当时我们两个这个相隔40年再次相聚啊，他们两个就是那个一些过程啊，彼此的这些，从情感上来讲的话呢，这种以及从一个根本上是呢，一起学习过的这个金刚思想的这个金刚道友吧，反正就是这些之间的这个三摩耶和彼此的那个情怀。那另一个呢，就是法王如意宝也特别分享了，当时法王如意宝应该是从印度刚刚回来的啊什么的啊，所以就是也分享了种种法王如意宝去这个印度见到这个尊者在尼泊尔特别的一些莲石的圣地闭关的时候，从这个光明禅定当中取得的一些伏藏法的一些特别的这个元气。
更重要是在这个314里面，也就是法王如意宝曾经在那边就是去朝圣讲法的时候呢，也就是在这个禅定的这个光明当中，也这个国曲在莲花生大师在西藏弘扬佛法的时候，那25大弟子里面的自己的这个身份，那个叫做南无多吉敦中啊，这个所以呢，等等，就像昨天发生的一个事情一样，那就是讲述这些种种的细节的时候，我自己也曾经阅读过，就是像过去的这个莲花生大师的自传呐、穆拉里巴、马尔巴他们的这个传记的时候，就是看到一些不可思议的一些这种高深大的这个修行的境界。那其实说这个后来我们一般的生活当中，就是一个是老师，一个是学生，就是这样的一个普通的一个境界。但是到了法王如意宝的那个道场现场的时候，法王如意宝这种讲出来的时候，就是完全就是好像自己回到这个这样的一个莲花生大师这样的一个这个自传当中的这个出现的这个佛菩萨的不可思议的这个原理和这个神通广大的这个境界一样，所以这个就是感受是非常非常真实，而且很不可思议。再加上呢，就是当时因为很多的这个口诀啊，不同的这个，尤其是法王瑞宝自己的一些复杂的一些法门传发的时候是非公开的，也就是说，真正的这个大堪波的这个佛学院里面的僧团是唯一开放的对象，但是我们几个人呢，就是也就是这个。也就是我觉得是一个因缘吧，就是能够有机会这个参加到这个非公开的。那这个时候呢，就是因为现场的人数应该是更多，就是200左右个，所以呢，这个法王如意宝那个时候亲自。因为这个关店的时候，一个一个排队，连手夹着的时候，法王如意宝用这个金刚诀来，就是这个直接就是每一个人就是获得法王如意宝的亲手的加持，所以这些都是我觉得非常殊胜，也非常在我们这个现在我们想起来的时候，其实在我们佛学院长期待在我们佛学院的学生也因为规模太大，人数太多，所以这样的话呢，就是有这样的一个特别的一个亲近的机会是非常少有的。所以我觉得那个时候就好像真正的见到莲师本尊一样的喜悦。那个虽然我年纪很小，但是这个时候就是，而且那个时候法王如意宝一些特别的一些萨拉哈巴的道歌啊等等，然后就是一些特别，而且法王如意宝那个时候他唱了，他是流水男年啊，就是他就是这个每天念这个密方仁波切的七情文，然后再修这个知之信心的一个密方仁波切的一个巧诀，然后到了就是有一天呢，就是突然就是豁然大悟，然后就是自己已经完全开悟的这样的状态。那个时候有一个开悟的无相颂这样的一个寄送，所以法王瑞宝说他那个时候没有好像记录下来，还是就是不知道原本好像没有完整版，但是法王瑞宝还记得那个里面的一些曾经自己这样的这个唱过的这个寄送，所以那个时候他。那都没讲看过你 short 他，我记得他就是其中有一个句子是这样的，他说我不想说，但是呢忍不住我就说出来了，所以这个就是他自己那个时候的这个开悟的这个状态，所以这些都是我当时的记忆。非常难得的近距离的一个接触哦，跟法王非常难得的一个机缘，真的。那么我想请问一下许师姐哈，您在台湾呢是这个拉荣文化事业出版社的发行人，同时也是慧光集的总编辑。那么请问师姐是在怎么样的一个因缘底下开始慧光集的发行工作呢？应该是说，就是97年鸡足山拜见法王以后，那么98年的6月，我终于第一次踏上了这个色达拉荣的朝圣之旅。那么抵达这个拉荣武明佛学院以后呢，我就被安排住在了法王的院内的厨房。那么平常我就跟随这个同住的师兄上大经堂去听法王传法。那当时学院的
条件当然跟现在是不可同日而语，虽然很艰苦，但是每一天上大经堂的时候，大家都从四面八方蜂拥而至，所以我内心是非常受到感动跟震撼。那么到了7月的时候呢，学院就举行了每年一次的金刚娱乐法会，就是那几天大家可以不用学习，然后一起就是所谓他们叫做耍把子，就是有一些这个娱乐活动。那这个金刚娱乐法会结束之后，那法王就当时因为学院有几个分院，像道孚啊、兴隆啊都有设学院的分院，那法王就一一的让这些分院的住持上去这个法王赐予哈达，那么法王就一个一个念出来，念到最后的时候，他就念到了这个拉荣塔斯姆林，就是拉荣三乘法林佛学会。然后他先喊了人界的名字，然后又喊了我的藏文名字 Tingye Children。那么人界就说法王让你上去，所以我当时记得就是很兴奋的从山坡上就赶快往下冲，然后就接受了法王的哈达。那么然后待了1个多月以后，临走之前去拜见法王。那当时法王非常慈祥的把手放在我的头顶，然后让图登诺布仁切翻译。那法王首先就是介绍图登诺布仁切给我，然后接着告诉我说，协助图登诺布仁切管理拉荣三乘法林佛学会，就是为拉荣五明佛学院办事。那么事实上，这个佛学会也是94年法王交代图登诺布仁切成立的。那么学会的名字拉荣卡森米也是法王赐予的。那么因为法王上师的交代，所以回到台湾以后，我就接下了拉荣佛学会秘书长，然后正式接管了学会的各项法务。那么当时的学会可以说我们面临到一个转型期，首先就是我们由原来的100坪别墅，然后迁移到市区里面一个20多坪的小公寓。那么其次呢，图登诺布仁切他强烈的表达了他只想授课弘法的意愿，所以学会就正式定调为是一个授课的道场。那么20多年来，每周固定传法2天，那这5、6年更提高到每周3天。那么同时，仁切他也表达了，因为他看到了台湾当时有很多人对藏传佛教不了解，所以有很多的误解。很多人认为呢，密宗不是佛教，密宗就是喇嘛教。那么加上仁切也看到了，由于当时很多藏传佛教的论点没有这种汉文翻译，所以一般人也没有办法透过正常的管道来认识这个正统的藏传佛教。所以仁切他就希望能够出版这些丛书，然后来这个介绍正统的藏传佛教。因此呢，他就想要出版这个慧光集。那么当时他也恳请慈恩罗珠仁切向这个法王报告，就是他想要出版慧光集丛书的意愿。那么请求法王能够加持这个出版事业能够顺利进行。那么法王听到以后，当然非常的欢喜跟欣慰，他于是就以他著作当中的一个吉祥祝愿词，然后赐予这个慧光集，然后加持出版顺利。那么堪钦慈恩罗珠仁波切呢，他也亲自为慧光集写下了序。那这个时候恰好索达吉堪仁切的《密宗断惑论》问世，所以仁切图登诺布仁切就决定，我们第一本就出版这本《密宗断惑论》。那么刚开始出版的时候，实际上我们是没有经费的，就是学会内部的几个弟子发心。那么出版了以后呢，当然就有师兄担心第2集的经费在哪里，所以他提议要收工本费。但是仁波切他坚持这个书籍就是要结缘。那么事实呢也证明了，我们第2本巴珠仁切的教言也很顺利的出版。那么到第3本百叶经的时候，更是一刷就刷到了1万本。那经费方面也就是自然募集到，那这个可以说给我们很大的勇气。
那相信只要我们出正统的佛教论述，实际上经费是不用我们担心的。所以就这样，从1999年元旦出版第一集《密宗断惑论》，那么20多年来，我们几乎维持每年出版4本，一直到近2、3年才逐渐减少。那截至目前为止，我们总共出版了78集。那主要的出版作品是以喇荣五明佛学院的堪布上师们的著作、译作以及经论讲记为主，而绝缘的对象就是一般佛教徒，不分显义。大致慧光集的出版情形就是这样。好，感谢师姐。那么想请问堪布，您是如何看待慧光集在佛弟子，尤其是我们华人的这个学佛的环境所扮演的角色？关于这个部分呢，刚刚像师姐说的一样的，其实在台湾呢，就是认识藏传佛教的，我其实过去几年前的这个情况来讲的话，其实是并不是那么多。当然有台湾有一定的这个藏传佛教的信徒，但是也很多也就停留在一个最基本的这样的一个这个信佛的一个状态，很难说是真正的有去闻思学习佛法。那除此之外的其他更多人呢，就是完全不懂得藏传佛教，也就是这个甚至呢，就是有严重的这个误解，因为这有心人的有一些误传啊等等的一些元素，所以对整个这个区面和情况来讲的话呢，这个慧光集是非常非常需要的。那我自己也就是一开始到台湾，我不记得之前有没有这个知道这个关于慧光集的部分，不太记得。但是呢，最后呢，我就是去到任何的道场，就是只要任何藏传佛教的一个道场，我就是一定会见到这个慧光集。而且所有的这些真正的要学佛法的这些弟子，他们都一定有参加这个有看这个慧光集。那我自己也从这个拉拢三乘法令的这个官方的网站，而且这个网站上都是这个他们这个所有的这个电子版文档的下载。阅读都做得非常非常好，而且他们的这个网站呢，就是一直都是非常这个顺畅顺通吧，就是这个没有任何不方便呐、这个一些因为什么更新呐、这样缘故有一些就是反正就是使用上也非常非常的方便，所以我也经常自己也需要看任何的一些参考的内容，从那边看，也同时也推荐给所有人。所以我觉得是无论是这个印刷的也好，电子也好，它就是利益到真正的这个学佛的。因为他就是真正要学佛的话呢，要从文字开始。那从文字的话呢，就是如果没有这些教法的内容的话呢，那就是这个大家也不知道从哪里学习。所以呢，对这个真正的在这个要扎根，要真实的这个藏传佛教要弘扬的，或者这个内容也本来就是不分显密的，整个的这个佛法界来讲的话，也是非常好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治疗。那么，现在法王已经圆寂了第19个年头。那么，请问两位对法王的殊胜的弘法事业有着怎么样的看法？法王当年所播下的菩提种子，尤其是在我们华人的学问环境里面，依然有着怎么样的一个影响力？能不能请师姐为我们分享这一块？堪布要分享吗？您先说吧，我先说啊，都可以。我想，那就堪布先说吧。OK，可以。我觉得法王如意宝呢，它第一个呢，它对整个的这个佛法，尤其是大家知道，其实是这个文革是一个灭佛的一个这样的一个阶段。那这个在这些年代呢，
99%的藏地的这些寺院啊等等，都是受就是破坏。所以无论是外在的建筑，还有内在的这个一些要修整的这些高深大的，他们也就是真正的这个1970几年、80几年的时候啊，还能够剩下还可以重新可以弘法的人呢，其实也并不是那么多。但是真正的藏传佛法的这个复兴或一个重建呢，也并不是外在的建筑，而且只要真正的文思修系统性的要这个弘扬的话呢，那就是这个方面的贡献呢。从历史的角度来讲的话呢，法王如意宝是就是这个无人能就是没办法比较的这样的一个特别的一个地位。那它的真正的这个发现和原理，实际的这个弘法利生的事业来讲的话，也就是非常不可思议的。所以，因为它的这个短短的几十年当中，我们佛学研究变成全世界最大的这一个佛学的这样的一个这个佛学院。除此之外呢，这个法王如意宝所培养出来的这些大弟子们，那他就是一个一个，虽然现在已经法王如意宝离开了我们，但是呢，他的整个的这个教法的体系和弘法利生的事业，还是就是在我们的这个每一天时时刻刻能够感受得到，就是在一个变成这个佛法界的最重要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流传。除此之外呢，我觉得法王如意宝对汉地呢，那有特别的一个因缘嘛。一个就是就像他一开始呢，传金刚萨埵的法门啊，地藏菩萨的法门啊，各种来引介汉地。因为法王如意宝一开始这个弘扬佛法的时候，并没有想到只要是藏地，所以法王如意宝从我们现在一个领导或者一个领袖的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呢，他是非常有远见的。而且他完全没有分别于是哪一个种族、哪一个特别的一个族群作为一个重要的对象，完全一开始都是去欧美佛学院，是那个五台山啊，就是这个，然后再就是这个刚刚师姐说的那些种种其他的这个地方来，就是无论是汉地、藏地的所有的信众，那就是成为了法王如意宝的弘法利生的对象。那这些延续的，像索达里堪布啊、慈城罗珠堪布等等的那些，他们所带来的，现在也就是其实是实际上的全世界都有法王如意宝的这个追随者和这些弟子和这个法脉，所以这就是法王如意宝的书生的这个弘法利生的事业。我所看到的就是这样。那么，请问师姐对这个法王的书生事业有什么样的看法？我想就是因为我是汉人，所以呢，就是对法王一些特别殊胜的地方，其实我也没有办法深入的去了解。但是就是以我的看法，我觉得法王如意宝在当年那么艰困的大环境底下，能够自然而然的汇聚了那么多的优秀弟子随学，其实在当时我觉得就是最大的奇迹。然后呢，法王他并没有把精力花费在建筑寺庙这些事情上面，而是把他的时间精力花在教育的永续事业上。我们说10年树木，100年树人，那么培育弘法的人才，然后投入传播佛法的教育事业，这才能够让这个佛法永续的发展。那么在藏地，其实法王就是刚才堪布也讲了，经历了那个最破坏的时代，然后在当时可以说是佛法光明最微弱的这样的一个时刻。那么法王就是到藏地各个地方去重振戒律，重振佛法，然后呢又重新恢复了文思修戒定慧的这样的一个制度。那么如今呢，法王虽然已经圆寂，但是这个树人的事业其实已经开花结果。我们从法王座下培育出以堪布、慈城罗珠、索达吉、七面认真、伊西彭措、西尔荣波等等这些大堪布，以及隆多活佛、丹增加入活佛等等的这些大德，而他们各自又担当起弘法利生的事业，
同时他们又培育出了下一代更多优秀的弘法人才。实际上，这就像这个汉传佛教说的“灯灯相传”，弘法事业也就这样子永续不停。那么这些上师们，他们又各自以各自的摄受力，然后尤其是对华人弟子，带动了非常大的这个影响，带动了整个华人界的文思修的风潮。那么这个巨大的影响力，其实它的源头就是来自于法王如意宝。所以如果说要问法王如意宝有什么殊胜的地方，我觉得只要看看法王培育出的这么多优秀的弟子，他们的表现其实就可以推知。这大概就是我的看法。那么请问师姐，是否有那么一两句法王的教言曾经深深感动过您自己呢？我想在讲这个一两句之前，我可能要提一下，在那个2004年那一年是法王圆寂的年，那么当时就是为了纪念法王老人家，所以慧光集的第19集，我们就特别出版了一本精装的净美彭措法王教言荟萃。那么在这个整个编辑校稿的过程当中，其实我自己本人一直处在一种难以形容的感动的状态，而且我整个过程我觉得就是在消业障的过程吧，因为在校稿期间就是不知道为什么全身出满了疹子，一直到整个稿子完全圆满之后，这个疹子也就消失了。那如果谈到有没有那么一两句深深感动过我的教言，我觉得那就是法王最后的莫舍己道，勿扰他心。因为对自己而言，要有坚定不移、不随他转的定解。那么同时呢，要能够坚持不懈的行走在这条定解的道路上。那对他人来讲呢，要坚守一个不害的心，然后以同理、尊重、将护众生的心，然后不以自我为中心去干扰、扰乱其他人的心。我觉得在这两句话里面已经包含了对己跟对人的所有教言，所以这是最让我深深感动的两句话。我这里补充一下啊，这个一个就是刚刚呢，安详师姐说到了多多诺布仁波切来台湾弘法的时候，一开始说叫减脂，就是要这个讲经说法。其实多多诺布仁波切我们都是同一个上师的弟子，所以无论是法王如意宝也好，无论是居教宗旨也好，都是其实是特别强调文思修，尤其是这个天文佛法和这个讲法。我记得这个居教宗旨讲那个经常用中观400论的一个偈颂说，一个人假使有能力这个建一个非常的比须弥山还更高更大的这样的一个宝塔，和他就是带领一个学生，让他有这个文思修方面能够独立的，就是现象学当中有这个文思的能力的，这样了，然后就是带领这个他的修行，他的功德是胜过了这个盖这样的一个大的佛塔。所以呢，就是法王如意宝也曾经说过了，就是如果有任何的动荡或一些特别的情况下，可能会外在的建筑非常容易破坏，一个地震或任何战争什么都，但是如果一个现象学当中的智慧和它有文思，就是谁也破坏不了的。所以呢，就是我觉得法王如意宝的这个事业的真正的这个不是现在的我们看到的这个欧门佛学院的规模，而且是刚刚师姐说的，就是像慈珍楼主堪布啊、佐达吉堪布啊这些大弟子们，我其实真的是完全经常看到的时候，我觉得佐达吉堪布是当代的玄奘大师一样，慈珍楼主堪布是当代的阿底峡尊者啊。我是有时候用这样来比喻，然后就是写一些文章，那不是也是嘴巴上写的，我真的是把那些觉得
经常就是看到了他们，然后就是每次看到他们的一些真正的一些慈悲、智慧、弘法利生的一些各方面的他们的兼有性，那就是让我非常有感触啊、所以呢，也就是因为这样，从他们的身上几乎也看到了法王如意宝的伟大一样，然后对法王如意宝也就是也真的这个信心也好像是，我不是什么很清净观和信心很圆满的一个人，但是还是就是有点增长的感觉。所以这个也是法王如意宝的弘法为什么现在那么还是广大的原因，那也是法王如意宝的伟大。这是我想补充一下这一点。好，那么请问堪布，您对法王最后的教言“莫舍己道，勿扰他心”，有些什么特别的体会和感受吗？能不能和我们分享？可以，这个它的藏文是一个让族马说，颜色马主，也就是你刚刚念的这个中文的。那这个里面其实涵盖了各种各样的，像从一个这个释经法和出释经法各种各样的这个意义。所以呢，比如说我们这个从一个像呃大圆满的修行的角度来讲的话呢，它其实是你真的就是要支持这个真面目的本来面目的这个本来清净的那个状态，而且你不要去执着外在的这些各种各样的这个相。所以你看从这个层面解释的话呢，当然它有很高的一个特别的一个境界的解释。那从一般的一个人的这个修行的角度来讲的话呢，你自己要做好自己。所以呢，就是你自己的任何的一些坚持历程，各方面要有一个自己的一个坚持，但是就不干涉他人了，或者不扰乱他心，那些都是我觉得在这个里面的一个内容。但是更重要的是，我觉得在这个，因为这个我们佛学院呢遇到了各种的这种一个障碍。那过去的这个几十年，尤其是2016年那些时候呢，就是要被查等等的这个外在这个各种各样的这个障碍的时候，一直能够撑下去的真正的动力，或者这个一个真正的原因是，我觉得是这些大堪布们和所有的弟子们同心，怎么说呢？就是这种我不知道这个。我担心我的成语会用错了，反正就是说，完全是就是得按法王如意宝的这个教导，尤其是侧重楼主堪布当时有针对的这些这个我们佛学院的学员里的有些各种的开始，我经常都会听，非常特别的去这个听和看的时候，就是每次都这个侧重楼主堪布的他的这个善教方面和智慧是非常不可思议的。那这个不可思议的来源是什么呢？因为法王如意宝说，我们就是要自己就是必须要非常坚持自己内在的文思修和修行，因为大家来我们佛学院是什么目的呢？因为要解脱成佛，要有这个真正的一个修行的精神。不失去自己的一个修行为这个根本的一个目标。佛中老师堪布当时特别说过，就是有可能会真的彻底可能会有一天没有我们佛学院，我们也有做好自己需要做好这个心理的准备啊。因为这些外在的建筑，也许对佛法来讲特别重要，但是也许它不是真正的正法和教法的这个重点。所以他们有这么的一个特别的一个力量和一个殊胜的一个见解，然后呢，再加上呢，如果他们当时有任何的这些情绪啊，有一些这个行为言行举止上的有一些对抗啊，这些这个做法的话呢，那对会变成一个征服的一个借口，所以可能会有这个很严重的后果。所以他们就是当时非常如如不动的，完全就是能够这个处于自己的这个修行的状态。
所以后来就是宗喀仁波切对这个方面就是有一个特别很有意思的一个开始，因为有人问说，哎，现在我们佛学院是非常危险的一个状态，危机的一个状态，所以他们的护法不是盖瑟尔王吗？那盖瑟尔王是不是这个有没有保护到这个？反正这个问的问题也很尖锐的，但是宗喀仁波切最喜欢是这个问到尖锐的问题嘛。然后宗喀仁波切说呢，他说。他觉得呢，这个我们真正的一个学佛来讲的话呢，不是去自己的真正的这个安忍和菩提心和这个修行是，应该是这个修行的最终目的。然后呢，这个我们佛学院呢，就是遇到这么各种各样的障碍的时候，那些里面的人都没有失去他们的安忍的修行，然后就是完全能够保持这样的一个冷静，还有就是加上呢，真正的一个智慧的一个发挥到他们最大的这个智慧和这个慈悲的，所以他觉得这个是哥斯尔王如果是一个护法的话，他要护的这个是维护的这个就是真正的这个教法和正法。他觉得如果我们说要选一个最好的这个一个护法的话，哥斯尔王应该可以，我们就是说是他是最好的护法，好像有这样的。所以我觉得这个期间呢，这个当中呢，就是法王如意宝的这个开始呢，就完全非常明确的，也就是用到这个智慧的作用了。所以这是一个因缘。好，那么请问师姐，我知道您在台湾是在不断的推动这个拉荣三乘法莲佛学会的弘法事业，同时呢，也是慧灯禅修班的主要推手哦。那么在整个过程当中，您是如何与自身的工作、家庭生活取得一个平衡呢？在那么多的发心工作的困难当中，您又是如何依然可以保持着一颗单纯的出发心呢？能不能请师姐和我们分享这一块？好的，其实我在投身这个拉荣的事业的时候，我已经辞去工作，然后全心投入。那么初期的时候呢，确实生活跟工作很难取得平衡。那么尤其是在以往，我是全然投入个人修行的单纯日子，所以几乎一天当中多数的时间，我可能都是拿来修行。那所以在面对突然来的这么多繁忙的工作的时候，有的时候真的就会升起想要再躲起来，只管自己的修行。同时呢，也很担心，因为自己的修行时间严重的被剥夺，所以就想自己不晓得已经退步到哪里去了。那我记得有一次，进去，然后见开仁切慈罗珠的时候呢，我忍不住就跟他抱怨说，觉得自己都没有时间修行。那么开仁切当时就没有说话，但是沉下脸，一直到晚上他上课的时候，那天讲到菩提心，那他就说到说，仅仅为了自利发心而修行，是一个大乘修行人的堕落。那我当场其实感到非常的羞愧。那从此以后我就没有再抱怨过，那开始调整自己，那学会怎么样在工作里面跟修行结合。那么事情虽然一件追着一件来，但是我也学会怎么让自己能够先安下心，不烦躁，然后把事情的先后顺序排列出来，然后一件一件的处理。那么久而久之呢，我自己的心里也比较踏实。那么因为事情多，日子反而更容易过，就是没有那么多时间去胡思乱想。那么现在回头看这20多年的编辑生涯，反而我觉得自己是那个收获最多的，因为在不断的重复校对相同的文字当中，无形中它就培养了我的自己的耐性跟信心。同时，因为校对的时候你必须要全神贯注，所以无形当中也培养了专注力。那么必须要老实说的，如果不是因为要校对稿子，我相信我这一生应该不会阅读这么多的论点。所以无形当中在校对
慧光集的过程当中，也丰富了我自己的文思。那么在逐渐的校对的过程里面，自己也开始喜爱了这个校对的工作。那么因为喜欢，所以它就不再是负担，而且它成为一种享受。那么至于我怎么样保持出发心，我想应该说我可能有洁癖，然后也是一个完美主义者。当初其实会投入这份工作，其实是因为早期自己看到了一些不以为然的做法，所以自己就决心投入这个志业。那么想要圆一个梦，就是圆一个跟随佛陀大德们足迹行走的这个梦。那么其实到我这个年纪，我想有梦不知道是叫傻还是幸福。我记得有一次开人切来的时候，当时有一个佛教学者，他就跟我说：徐师姐，我觉得你很傻。所以我不知道他的傻，可能就是因为我很多时候蛮坚持一些事情的吧。那至于说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会遇到很多的困难，就是我们的学员里面不是人人都认同我们的一些理念，或者认同我们的一些制度模式。那在这样的一个状况底下，是什么信念支持我？我觉得是应该说，在学佛的道途上，我们不可以缺少的就是典范。那很幸运的，我自己有很多学习的典范支持跟鞭策我。那么前面我也提到，就是我在圆梦，我想承担喇荣佛学会的这个志业，是法王上师的交代，同时也是协助图德诺布仁切去圆他的一个梦。那成立慧灯禅修班，那就是承担上师慈恩罗珠堪仁切的志业，而是圆我自己的一个梦。怎么说圆我自己的一个梦呢？因为我在30多年前开始学佛的时候，首先是接触显宗。那当时的显宗道场，其实我们能够拿到结缘的书籍，大概不外乎就是《六祖坛经》《金刚经》，那这些书籍都非常的深奥，那刚刚入门的人是几乎就是没有办法读懂的。那个时候我就一直想，有没有一个像阶梯一般的入门书籍，可以引领我们进入佛门。那后来终于有机会遇到了《普济道次第广论》。那当我拿到这本书的时候，第一个念头就是我终于找到了。但是尽管找到了，但是当时其他各项资料非常的缺乏，所以我自己在修加行的过程，很多时候是靠自己摸索。那所以呢，当开仁切以他的智慧跟慈悲编排了慧灯禅修班一个完整次第学修的教材，当时我自己是非常的高兴，因为这正是自己一直以来梦寐以求的一个修学模式。所以后来因为开仁切的来台湾几次的传法，那就觉得应该是因缘成熟了，所以就推动了这个，就是成立了慧灯禅修班。其实我想它就是圆我自己的一个梦。那什么信念让我坚持？我想就是我确定自己这一生我已经走上了正确的道路。那么在上师这么多上师弘法利生的功德大海当中，那我能够尽一份小水滴一样的力，我自己感到非常的幸运。那么同时呢，在这个2个学会，我看到了师兄以及学员们正向的改变跟成长。那其实这个就是最大的满足，因为你确定了这条路是正确的，而且这个正确的路是可以带给别人幸福，同时也让他们能够走上正确的解脱之道。我想这就是推动自己能够继续努力的一个最大的原动力吧。非常随喜许师姐为我们分享的这一切。那么想请问堪布，对于很多不曾见过法王本人，但是却对法王如意宝有巨大信心的佛弟子们，
我们要如何做才能获得法王真正的义传承的加持呢？好的，我在这里也想跟各位分享几个刚刚像师姐讲的，我听到了，他说一开始觉得自己没有什么修行的时间，然后就去跟大堪布泽中楼主抱怨。其实实际上呢，真的我们很多人也会这么想，但是你如果缺乏了我们金刚乘里说的对于根本上师的这个意志方式的这个信心这些方面的一个基础的话，也许你只是做一些出版编辑这些都可能真的是一个劣迹之福报，有可能是。但是呢，如果以金刚乘的角度，以一直上师的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呢，有时候这是最接近大成就的一个殊胜的修法。这个呢，就是比如说以前呢，巴珠仁波切有一个师侄叫做龙斗，有须龙斗。那他呢，因为20多年一直跟随巴珠仁波切，就算他们两个都没什么可以吃的，只是这个一个清水里面放一点点糌粑一起喝的那样的情况下，还是不就是不离这个巴珠仁波切的身边照顾他，后来就变成了这个政务经济最高的巴珠仁波切的修行了所以他也不是说是我很忙，所以就是现在要去闭关，不是这样的方式。而且近代的像阿丘法王，他也是其实因为他的上师，他照顾了好像30-40年，照顾之后呢，他一直照顾，就像就是他上师就是在线上就是一个病人，一个残疾人，就行动不方便的一个人。或者天天就是照顾他，照顾他最好就是上师圆寂的时候，他心相续当中的真正的这个智慧和这个加持，完全就是也获得了这个殊胜加持所以这些方面其实本身就像说到底堪布侧中罗智堪布说的一样的，他真的是最殊胜的功德那再加上呢，我也想说一下，就是像安详世界呢，对这个辉光记的一直以来的他的这个工作的编辑的这个态度呢，我听过说就是非常认真而且呢非常严格这个严格呢，我后来觉得这个就是辉光记编辑各方面一定会非常殊胜，因为呢非常好，非常因为呢安详的这个对这个内容的校对各方面是非常非常的严格。有时候呢，他就从头到尾看的时候，就算这些大堪布这个侧中罗主他们讲的，因为他们的母语毕竟不是中文，所以里面看到任何的一些成语各方面的一些用词都是要特别细心给他们，然后就是不是因为这个内容方面呢，当然是上师说的是最究竟的，但是从文法方面呢，就是以大众为主的这样的一个真理和这个方式我觉得这个方面，这个安详世界呢也好，这个整个的这个辉光记做的是非常非常特别的这也是我觉得自己这个听过这个部分的一些相关的这个部分，所以我就说了一下。那最终我现在要说的是，就是刚刚你问的是什么？就是这个法王如意宝没有见过法王如意宝，但是实际上的不妨碍，就是我们有机会见到这个法王如意宝，因为《金刚经》里面本来说真正的佛不是色身，是他的心相续的这个智慧是真正的佛所以呢，就是以前这个宗喀巴大师他也说后来的这个后者，你们不要因为没有看到我，觉得是这个得不到什么我的这个加持，只是我的这个19部著作，它的全集是他的补充。还有巴珠仁波切有曾经写过一书，专门是这个力赞这个龙千巴大师的全集，尤其是这个七宝藏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著作，那个里面也说，如果你有具足信心，你真正的去闻思修的话呢，龙千巴就时时刻刻在你的眼前。如果你不懂得他的教法的内容，龙千巴和你住在一个房间也没有用大概是这样的意思。
所以真正的对法王如意宝有信心的话呢，我们刚刚一开始就在前面我用这个中观四百论的这个例子来讲的一样的，法王如意宝真正留下来的发生的实例，真正的补充是什么呢？他的教法和他的这些大弟子们。所以呢，我们就是要想跟他们学习，尤其是这个从文字方面，我们就是按这个慧光记的这个内容，五部大论、显密基础非常完整的一些教学的系统。从修行上面来讲的话呢，就是按部就班的、非常次第完整的一个系统性的，就是这个慧真禅修班啊，这些方面呢，就是也解除这个法王如意宝。我觉得这是真正的我们联手法王如意宝的价值的一个方式，那也是这个最客观、最实际的，也追随法王如意宝的一个，或者这个我们要真正的能够明白法王如意宝的密意是什么。那就是不是外在的建筑或任何其他的形式，是真正的文思修。那这个文思修的体系已经在我们的眼前，其实我们都是非常幸运的。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感谢堪布。那我们今天1个小时的访谈呢，终于又来到了尾声了。今天我们非常感恩有这一份荣幸，以2位嘉宾分享与法王的故事，以及自身推广佛教事业的点点滴滴。我们希望可以通过此视频，让更多的佛弟子因此和法王如意宝结下殊胜的因缘。尤其是2位嘉宾在办佛教事业经验是非常的丰富，我们也希望可以通过这段对话，能启迪更多的发心师兄，尤其是在进行发心工作的当时，如何可以回到一颗更单纯的初心。祈愿以这个视频供养给法王如意宝，我们祈愿法王慈悲的加持，但愿世界平和，无灾无害。同时也祝福我们2位嘉宾在推广佛陀殊胜的弘法事业能够顺顺利利，利益到更多的有情众生。感谢阿弥陀佛，谢谢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对。